大家好，歡迎收睇茶道養生師課程。我哋講下白茶嘅製作。好多時候咧喺香港，我哋都會接觸到白茶。唔知道大家有冇平時飲過啲咩白茶，而你係知道嘅呢？喺酒樓裏邊已經有咯噃，就係壽眉啦。我成日認為咧，白茶係呢個世界上最早出現嘅茶類，因為佢嘅製作係六大茶類裏邊真係最原始、最簡單嘅。酒樓咧，我通常咧都會叫白茶飲，因為白茶咧製作成本低啦，工藝簡單啦，咁所以咧飲起嚟應該都會安心啲嘅噃。咁白茶咧，其實喺市面上我哋成日接觸啦，大家有冇聽過一種叫老白茶呢？喺2012年度啦，開始咧啲人咧就會發現，原來白茶咧可以攞嚟作為投資炒賣嘅喎，因為咧原來佢擺咗好多年都好。佢嘅滋味咧都仲好好味喎，所以咧老白茶就會受到市場嘅關注啦。好啦，我同大家咧一一解釋下白茶究竟係乜嘢嚟，點樣分類啦。咁我咧喺手上面咧有一餅茶啦，呢個都係白茶嚟嘅。白茶咧除咗咧係散茶啦，另外咧仲可以係一餅餅啦，餅形嘅。咁但係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下白茶嘅外形？白茶嘅外形咧，通常咧都係比較鬆散啲嘅。另外，如果你去酒樓飲白茶嘅話咧，你會留意到啊，嗰壺茶裏邊嘅茶葉咧，哇，好似好澎湃咁啊，脹晒嘅。另外咧，一塊塊啲茶葉攤開嘅喎，一望落去，唔多討好，好似好粗魯咁。但係其實佢外形就係咁啦，因為白茶咧係不炒不油嘅。即係冇捽過、冇炒過嘅，製作非常簡單，所以我話喺酒樓裏邊咧會飲白茶啦嚇，因為根本就唔需要點樣加工嘅。咁白茶咧最主要咧喺邊啲地方度有嘅咧？而家主要喺福建啦、雲南等地，甚至咧而家印度啊、斯里蘭卡啊呢啲地方咧都有做白茶嘅喎。白茶咧有一句説話叫做一年茶、三年藥、七年補。我哋講3年以上就叫做老白茶唔係要30年咩先至老白茶？原來3年以上就叫老白茶。點解3年以上叫老白茶呢？因為咧我哋講普洱茶存放咁有價值，係因為一路放咧佢嘅香味咧就會出嚟啦。譬如一啲好特色嘅藥香啊會出嚟咁但係咧原來白茶咧短短3年佢就已經出藥味，所以咧1年茶、3年藥、7年啲人當係補。3年以上出藥味，普洱茶要擺20幾年，可能先至會出到藥味啊！所以咧後期啲人咧覺得哇，白茶點解可以短時間之內就可以出現呢一啲咁特色嘅藥香味呢？所以咧就受到咧市場嘅人關注啦。咁白茶咧其實我自己有經歷飲一個老白茶嘅經歷。咁我當時候咧喺國內考呢個評茶師嘅考試啦。咁我當時考到高級評茶師。咁死啦！我喺大陸考試啦，去緊試場途中咧，覺得自己咧就有啲感冒，開始流鼻水，有啲頭痛。真係諗住死梗啦！因為下晝考試咧，特別評茶師要好敏鋭噶嘛，係咪？啲味覺嗰啲。咁當時咧就好擔心啦。有一個咧我嘅福建嘅同學，咁佢都係80後咁嘅，咁佢家族咧就3、4代都係做茶就係做白茶。咁原來佢哋嘅白茶咧，原來傳統咧唔係好值錢啦，因為工藝簡單啊嘛。咁賣剩嗰啲咧就會放喺佢哋福建嘅地窖倉庫入邊。咁佢就同我講啦，你咁我話唔使擔心，我咧鋪頭咧喺附近就有一啲咧已經屋企咧陳放咗咧10幾20年嘅白茶煲俾我飲喎。咁當時咧見到佢攞住嗰啲白茶煲啦，好似煲藥咁。哇！但係我一飲完開始咧，我就成身已經出晒大汗啦。開始咧滲汗個身體由頭濕到落腳由外濕到落內。咁當時咧就覺得成個人鬆咗。呢個係當時我第一次真正坐喺度飲一個18年以上老白茶嘅經驗。咁當時都10年前啦，10年幾前啦。咁當時白茶咧仲未有受到關注。咁後期我就問個同學：咦，點解你哋有啲咁舊嘅白茶？原因係因為屋企賣唔出，收埋咗啦。咁所以後期咧，佢哋就發現啦，其實白茶都好有價值嘅喎，特別新一代出嚟做茶好多創意啦。佢哋就將嗰啲茶咧蒸軟佢將嗰啲壽眉好大塊咁蒸到佢軟晒，再壓成一個茶餅，方便存放。
再買翻出嚟。咁結果咧喺2012年咧，上海拍賣行就將一個放咗18年嘅老白茶拍賣，成為18萬人民幣。哇！當時震驚咗成個茶界啦，因為白茶咧其實一啲都唔值錢嚇，因為唔使炒，不油不炒，啲白茶又容易做啊。好多福建嘅人咧都會有陣時買唔晒收埋佢啦，估唔到佢有咁大嘅價值，所以咧當時候咧2012年左右啦，就瘋狂啲人收藏呢啲老白茶啦。咁其實咧白茶咧製作工藝簡單啦，外形比較鬆散啦。其實佢哋蒸壓成茶餅咧都好有智慧嘅，因為可以方便存放啊嘛。至於白茶點解可以放咁多年，甚至咧有呢啲功效咧，我哋分析下佢嘅製作咯噃。白茶咧製作非常之簡單，得2個步驟啫，係萎雕同乾燥2個步驟。萎雕嘅意思咧就等於我咧就去雲南嘅茶山啊，去國內嘅茶山，我好中意咧就採啲茶葉之後咧自己收埋喺個袋嗰度喎。咁但係咧，當我採完落嚟收埋落個袋度，夜晚咧可能落咗山之後就發現咧嗰啲茶葉喺個袋裏邊咧已經咧慢慢咧出現咗一陣好香嘅味，好似啲花香味咁。原來佢喺我袋裏邊萎雕緊，萎雕緊就係啲茶葉擺咗落嚟攤喺度，佢喺我袋度攤咗喺度，所以咧就慢慢咧佢失去水分之後咧香氣就形成啦，同埋咧構成咗好多化學作用，就係佢水分散失之後而出現嘅。咁所以等於我哋去採一啲茶葉樹葉擺喺度唔理佢，佢都會慢慢枯黃咁樣咯。呢個就係萎雕。咁我哋白茶最重要就係呢一個萎雕嘅過程。萎雕嘅過程裏邊就令茶葉散失水分，散失水分之後，茶葉裏邊就有好多有600幾種唔同化學成分，係咪？冇咗水分呢個介質咧，佢裏邊就會自由配搭啦，會互相結合啦，裏邊嘅成分亦都會互相分解，咁就形成咗咧佢一啲新嘅香氣或者滋味構成。呢個就係萎雕。但係一聽到萎雕應該都好容易搞啊，係咪啊？咁但係其實咧一啲都唔容易嘅，因為你知道啊，上邊國內做茶一採就好多噶嘛跟住咧唔係淨係萎雕一盤茶葉喎，好多好多盤喎，所以你見到啲相咧，哇，一大紮茶葉喺度。咁嗰啲茶葉咧其實好多，咁變咗咧佢哋曬嘅時候咧，唔係淨係就咁擺喺度攤喺度曬一面嘅喎。佢哋去到咁上下時間咧，就要將嗰啲茶葉咧翻一翻動快曬另一面，否則咧你會見到有一啲咧品質唔好嘅壽眉係點咧？一邊咧可能已經變晒棕褐色嘅，曬過啦，但係咧好得意，另一面咧就係青青綠綠嘅顏色，就係因為咧佢萎雕嘅時候咧冇翻去，當佢曬緊一面嘅時候咧，嗰啲水分就走啦，向下低另一面滲落去，咁所以面頭就變晒棕褐色，下低就好青色啦。我曾經有一個朋友佢自己喺國內包咗個茶山啦，咁但係咧佢又攞一啲佢製嘅壽眉茶落嚟喎，咁當時好得意，佢咧就話啦，哇，呢啲壽眉點解我見到佢俾我嗰陣面頭就係好棕褐色嘅，背面咧就好青色嘅，跟住佢就可能唔係好識啦，佢就話啦，佢嗰隻白茶嘅品種係咁面頭係啡色，下低係青色。當時我哋聽到咧就忍唔住笑啦，其實係因為佢嘅製茶師咧曬嘅時候萎雕嘅時候，淨係萎雕一面，冇將嗰啲茶翻轉，所以啲水咧就積咗喺下低嗰陣，下低就變到好青，面頭就好褐色啦咁所以咧，我哋講一個靚嘅白茶咧，佢應該顏色都好均勻嘅雖然佢冇捽過冇炒過，但係佢透過曬呢個工藝咧，都要翻一翻動佢，令到佢咧內含嘅水分平均散失之餘，裏邊嘅成分都可以做一個交換結合以及分解，導致形成咗白茶。我哋講好清香甚至擺落咗有藥香呢個特色添。咁萎雕完之後咧就會乾燥啦，即係令到佢會放落個控房裏邊。除咗曬以外，有陣時未必日日都好天噶嘛，咁有陣時會放翻落室內會控一控佢，用低溫慢慢控翻乾佢，令到佢水分去翻6% 以下。白茶咧都係好花心機嘅一個茶，但係佢係最傳統最早出現嘅一個茶類，因為佢製作簡單。好啦，再講下咯，白茶其實分為咧3個類別，我哋分為白毫銀針、白牡丹同埋壽眉。咁白毫銀針、白牡丹同壽眉點分啊？
其實同黃茶一樣，按住採摘嘅標準。8號銀針咧就淨係芽頭嘅啫，芽頭即係淨係一粒芽嘅，就咁一粒嘅芽。8號銀針。咁白牡丹咧就係一芽二葉啦。咁你會見到咧，呢一個岔開咗嘅一芽兩塊葉喺側邊，一芽二葉。咁另外咧壽眉啦就更加粗魯添，一芽3、4葉。所以咧你喺酒樓裏邊見到嘅多數都係啲壽眉嘅，啲葉粗枝大葉比較多。咁所以分為白牡丹、8號銀針同壽眉呢3類。另外，如果可能喺市面上咧，你會見到咧一啲新白茶、新宮白茶係咩意思呢？白茶其實你諗到喎，一陣間我哋學沖茶嘅時候咧，我哋浸泡時間都要耐啲，因為咧佢冇捽過冇破損佢啲細胞，係咪淨係攤喺度？咁嗰啲味咧要浸好耐先出嘅喎，咁所以咧而家有啲新宮白茶咧，就將嗰啲白茶咧萎凋之後點捽下佢，萎凋之後咧就揉捻，跟住乾燥，咁變咗嗰啲白茶咧，可能第一年出現嗰陣咧，就會你見到顏色會深啲啦，因為佢有捽過啊嘛，有令到佢氧化加劇咗，沖出嚟嘅茶湯會深色啲，另外香氣咧都會明顯啲嘅噃，咁但係咧我哋話白茶係咪1年茶3年藥7年補嘅可以擺噶嘛？點解佢可以擺啊？因為咧佢工藝咧其實就係將啲茶攤喺度，佢冇殺青。佢冇殺死裏邊啲酶，導致佢裏邊有好多活躍成分。透過你後期製作完之後，佢繼續都會自然轉化落去嘅噃。同埋佢主要透過曬呢個工藝啊嘛，冇乜高溫處理過，所以好多活躍成分。咁所以咧，白茶能夠1年茶3年藥7年補。但係如果佢做咗新宮白茶之後咧，中間有捽過，呢個茶就相對冇放得咁耐啦，因為中間咧有捽呢個過程。加速咗佢內含物嘅變化，所以咧白茶咧都有好多嘢玩嘅喎，好多智慧喺裏邊。甚至咧白茶咧可以作為一個投資嘅工具，甚至喺頭先我分享嘅故事裏邊，當我哋唔舒服嘅時候，飲翻一個白茶。咁究竟點飲呢？其實白茶咧，我哋講老白茶同埋一啲新嘅白茶係咪？如果譬如你喉嚨痛，覺得嗰排作感冒唔舒服最重要可能係熱感添喉嚨痛都好緊要。或者細路仔發燒，咁就可以飲翻一啲新嘅白茶啦。假設你今日去完 BBQ 又係夏天好熱環境咁都可以飲下一啲新嘅白茶，幫我哋清熱消暑。但係咯，如果好似我頭先嘅情況，我可能作寒感嘅留一啲鼻涕尖寒尖凍我哋就要飲翻一啲老白茶，相對陳放過嘅白茶會變得溫和啲嘅噃。咁所以咧，我哋要學識點樣去飲白茶啦。